聖經講詩篇記25第9節，上帝有權大，有家己統裁，對於謙卑嘅人，對於要做嘅法律行嘅人，上帝有看顧。佢教起佢嘅路，對於謙卑嘅人，嗱，上帝錫人類，要謙卑對佢，要尊重對佢，佢帶你去佢嘅路。上帝嘅路，一天對嘅路。箴言書3第6節咁樣講到，信任上帝一切設計嘅生活中，嗱，然後佢為天大設計去嘅出路，對上帝天大設計嘅出路，我相信這個世界呢喺度，生下這個冇事冇辦法，冇事冇路行，做家唔對，做靚唔對，遲到隆中缺條路，信任上帝。聽上帝謙卑在佢嘅面前，佢天大設計去嘅出路。但係呢，因為在約翰福音14第6節咁樣講設計啲，耶穌講我都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係冇一個人能到天阿爸係講冇透過我。嗱，這樣人設計聽做耶穌嘅路。因為佢道路，到道路一天對嘅路，咪然後佢咪講一個真理路。嗱，要真理路，一天佢唔係，即刻唔係行到要啱嘅路，行到要唔好嘅路。嗱，然後佢要生嘅路，到生嘅路，即刻唔係行到七條路，唔係行到七條路，生嘅路一天大時間係順利，一天大時間係得福。嗱，你行喺度教本隆重用嘅字咪，可能你世間你喺度嘥費，你行到你需要冇辦法冇路，你一個小病嘅心關係，做你看要謙卑嘅心，你嚟計嘅通才，你又需要冇辦法，需要冇路行，你勸大嘅，你祝福嘅，大嘅去出勝利嘅路，出得勝嘅路，透過你嘅恩典，一天佢得到你嘅路，阿門。